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我嘅隔壁買咗來咧。哦，我同講吼，我前一步嘅啲嘅乾皮嘅時節，食嘅東西呀冇油冇米線嘅根本就唔免意食嘅東西吼，前一步嘅嘢咧真係講到油啦，痛苦咩嗌啲嘅講，唔過吼，也下唔是安尼，也做得食東西嘅，我接近嘅嗰陣我就會來食破隔壁耶。隔壁，我真係叮當嘅喂，等一下，我想到一件事情吼，因為我有一個什麼朋友同我講，佢從來忙實啲，寫在朋友面前，也係男朋友面前，按樣去隔壁，所以嘛講到，因為佢知道按樣太直、太粗魯、太冇形象嘅，阿佢妹硬係唔第一啊件事情啊，唔過係講唔第一啊件事情，阿佢妹同我講。也下啲超級市場就做得買到冇骨頭嘅隔壁牌，係講唔去肉店買肉，唔咩做得同頭家講，頭家拜託，唔做得老挨老骨頭裝題目，佢咩話本一啲冇骨頭嘅隔壁牌哦，嗰時候佢們嘢阿佢妹就愛教大家用隔壁牌來做料理，本唔做得講嘅食隔壁哦，今日下咩咩，你來講嘅食一下隔壁去。哎呀，根本食唔動用啊！拜託。哦。好嘞。根本以來，我愛做兩出菜，也兩出菜100用配上就做得做出來喲。我愛做鐵咧係照手將隔壁，那我咧係用雞油來配呀蘆筍，兩項菜100就做得配出來。韓國啊，我聽錯我來講一下呀，照手將真係係我親好食嘅一種醬料之一咯。用白講呢，因為呀個味道食起來有些安尼。鹹甜嘅味道非常嘅好食，韓國啊嘅照手將搞到拍飯紅嘅時節，嘅拍飯哦真係變到味鮮當好。唔但像安尼同大家分享一個小知識咯，第日本嘅時節啦，其實也照手將係啲呀配肉，也係配5年嘅時節，像按樣個上去嘅。唔過今日 MV 都愛本大家啲土房啲度料理愛方便，故所人哋照手將就用滷味撈米湯滷落去，故所今日就愛來開始準備材料，來看看有哪啲。故說也好，我先來處理人哋隔壁牌。家下要同大家講好，也就係阿佢妹愛去肉店買嘅隔壁牌，一骨頭幾全部頭家就老愛裝睇，故說也係完全冇骨頭嘅隔壁牌哦。嘅愛做以前愛做乜嘅處理呢？第一，先變到肉葉面，人就拿刀誒，咁樣撈佢按樣挖啊。按樣，等一下，啲嘅滷味時節，嗰個米湯就會落去，撈佢挖啊，冇切斷哦，輕嘅按樣挖就好咧。韓國生下來，再個變過來，雞皮下面，雞皮因為會用高溫配，啲嘅配嘅時節啦，嗰個皮會按呢，會不破，會有空氣，故所愛先拿切咩按樣，動啊。好，他太啲掉誒。好，按樣小口味，動啊，以後啲嘅配嘅時節就唔會不破半到按太，就唔會按直。好，接下來就愛攞佢拿來滷了。然後再拿一咧強力嘅菜葉吼，因為會做料理啊，會醬啊，做唔得做到當垃圾。然後要隔壁牌，不用落去菜葉啲度。好，變落去睇嘅地度就做得家人愛用嘅調味料，
比如讲，家下有讲到呀，周小将天初爱解跳油，跳油，韩国米酒料理酒，韩国接下来是糖。其实日本嘅周小将有一类当重要嘅重点，日本人都会用一种调味料叫做味淋米淋。其实这种东西一般像小资族嘅屋卡可能冇呀种东西，就得用米酒然后糖来推。其实米淋佢就係一种料理酒嘅一种，故所用米酒然後糖就得來推米淋啊。好嘅以後，然後佢放到推嘅地度，放好。韓國老二作量一下，好，上面就老二作啊，作啊，以後要同大家提醒一下，因為也要滷差唔多1點鐘按久嘅時間，千萬做唔得就不用到那杯按用滷哦，因為按用有可能會上細菌，提醒大家聽錯嘅老二不用到冰箱底度滷哦。肉冰冰箱就等佢滷一下就好誒，接下來我來處理呀。蘆筍我用嚟來處理咯。其實啦，有當人處理蘆筍就係哪呀？削菱角皮嘅，削皮嘅，就攞佢按樣啊，削，老皮全部就削脫，按樣嫩嘅蔬菜就會留得，老嘅皮就不會削脫了。咩講唔係就得用另外一種用熬嘅方式，像按樣一支熬看呐，老嘅蔬菜就會較難熬，嫩嘅蔬菜就一下就熬團，像安尼，熬一下熬團體，熬一下熬團體，按樣就做得老嘅熬體，嫩嘅留下來就做得繼續做料理咯。迄個假使唔正經，還較難食，正經還較難食嘅飯，唔係做得用切嘅方式，全部規紮拿起來。看一下那一片可能有下老誒，就得用指甲嚟當啦，可能都壓榨部分，跟住就做得直接攞佢切脫。好，故所按蘆筍老嘅比就全部處理好了，嘅按先去攞配上先俾燒一下。好，2把醋，差唔多20分鐘，先俾燒一下。今日愛等嘅雞肉滷一下，嘅我咪去整理一下鹼房，咪去順勢滷一下我嘅面，唔係滷啦，係搞一下我嘅面，我先去了，拜拜。狗面他們在這啊，在這，好笑啊！哎呦，時間差唔多嘅呢，跟我面差唔多就過好嘅呢，嘅雞皮應該咩差唔多了，都得拿出來配了。啦啦啦啦啦！我嘅雞皮。好，呀哈，就準備愛老雞皮、老蘆筍，變到配上地度配了。先同大家來講一下，其實有的人用配上嘅時間啦，會用鋁箔紙按樣嘅東西。雖然鋁箔紙好，做得老食材全部就包定，做得用翕熟嘅方式。唔過基本嘢，愛做嘅雞皮排啊，嘅雞皮嘅雞皮，愛本要嗰種滋做上，愛有擦黃金嘅感覺。故所做唔得用鋁箔紙貴嘅，攞佢包起來哦，愛本佢打開來。好，接下來我帶下愛配蘆筍，故所我帶下會先用一個盤嚟用來裝蘆筍，一下就做得了蘆筍，放落去。好。放落去，韓國因為我愛利用雞皮排跌下來嘅醬，韓國雞油來配蘆筍，故所我愛再個放一層烤麵嘅上去，再個落我家下滷好嘅雞皮放上去，按樣嘅方式，好就係按呢。嘅呀下，我就愛撈呀雞皮排，韓國蘆筍，變到配上地度了。
好，都不用去配上地度，用2拍吐差唔多配15到20分钟。鼓手伫等的过程当中，我再过落去追一下体内啊。做得出炉了，先捞一盘呢，夹出来。好，再个捞鸡肉，一下，哦，哇，看到它黑蓝水就被流出来嘞！哇，看起来这个都好深呢。唔过吼，也系爱做好爱做田工业动作嘅片段啦。唔过吼，看起来当好食嘅爱先调色几条嘅芦笋好咧。哎呀，嘅鸡油啊，含个照烧酱。鸡肉嘅芦笋当中，真系一点好食呢。所以我就要攞去帶片當了。標準好，撈一條芦笋，夾到片當地度。再個用愛嘅雞髀，韓國再個撈一條蔥頭，用到順後，做得來做搭片。好，提醒大家，因為吼，呢芦笋冇做任何嘅調味，故所做得加一絲絲咧鹽撈胡椒嘅鹽，用一啲啲咧，再個來係呢胡椒。好，按用簡單，配上一擺就老牙田工業愛食的動作就做好誒。今日等下就去給傳堂買一個拍飯，田工業就有動作好食了。拜拜。